什么事儿我一定会罩着你的。琪琪，我们刚才一致认为啊，你肯定是有冤情的，啊，但是你得告诉我们，你要不说。 万尔尼，我估计就那个赵文吧。嗨，反正现在这些人就喜欢在网上起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就是让人玩你。玩你。万尔尼。琪琪，你这个电脑能借我看一下吗？我明天还给你。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答应了啊。 琪琪，其实你也出去！自己看看吧。 这么在乎跟那疯丫头输赢，除了要扳回颜面之外，不会是因为那疯丫头现在是那穷小子女朋友，你这心里头觉着不舒服吧？这个，哎，难得啊，学社终于可在我这露面了。哎，那晚的名流派对搞得很热闹嘛，听说好多报纸都因为报道了这个而销量大增。你说好呀，那晚咋没去啊？嗨，赶上我家老爷子过生日呗，郁闷着呢。有那东西吗？啊，对，赶紧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漫画这么感兴趣了？还出了高价这么急的专门要了这本？我就觉得好玩，瞎看看呗。谢了，走了。哎，这就走啊？再聊会儿嘛。不了，改天，家里还有事呢。又是家里有事。得，薛少爷变宅男了。你一天没吃饭，饿成这样。是啊，真饿。我说你这准备走什么路线啊？我今天练了一下午的调酒，刚才也和他们排练半天收视秀，能不饿吗？可这可都是体力活。排练效果怎么样啊？明儿就该演了吧？还是那句话，旗舰一出，谁与争锋？你们要等着调好吧？回来了，吃饭。送你的。不吃饭。干嘛呀？他那天骂人骂得那么凶，居然拿本破书想道歉啊？看看这儿。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本破漫画？这不还是汉本的基本签名？啊！别疯了！你怎么能搞到这本书呢？这本书在国内是没有卖的呀！这本书是我托人到日本，从一个骨灰级的漫画迷手里高价买下来的。我真的是爱死你了！以后啊，你肯定就是自己兄弟了，有什么事儿我一定会罩着你的。哎，你那为什么不让楚木 cos 配恩啊？你 cos 那个小南，应该给配恩一对出现才对啊，不应该是什么宇智波鼬啊？诶，这两天好像有些人做不少功课嘛，连漫画人物也如数家珍喽。那是啊，某些人现在屋里啊，可堆的全是漫画书，
连电脑里面呢也下载的全是动漫文件呢。真的？我要去看看。我也去看看眼。快走啊，凑热闹了。我瞎做什么呀？这。太夸张了吧！喂，功课做得不错嘛，原谅你了。When I walk in the club, G-Unit to the socks, bitches all on the thug. Come on, Henny on the rocks and a bottle of bug. I don't need security, this old nickel enough. I came to ball with y'all, buy up the bar and all. So bitches call you hoes and niggas call you dog. I'm here. If you love your wife, keep her at home tonight. She might never come home again, nigga. Aight? 看看人见。请旗舰之夜的主办方代表赵婉小姐亲自为各位到场的贵宾送出免费鸡尾酒，请各位秀出你们的特别邀请卡吧。我有，这有一个。我这有。这儿。旗舰，真是太精彩，太棒了！正常发挥而已嘛。对了，老板，那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人，一会儿第二轮表演开始之前，你让他把上半场该结的账都结了，否则下一轮表演就不开始。啊，这个不用这么急吧？再说，你和你那些朋友的演出费应该由我来出嘛。哎呀，你就别管了，这里边有别的原因，我不方便说。总之啊，这个便宜啊，你就踏踏实实的捡，没问题。那我可真是捡着宝了，我可不客气了啊！加工资，我一定得给你加工资。成，那我也不客气了，那你就快去吧。好嘞，姐姐，非常非常精彩啊，不错。来，尝尝我的旗舰天下，上次没尝着，这次补上。冰库洛，这杯啊是专门为你调的，看你这行家嘴刁在骂我。嘴很甜嘛。嗨。你想点点什么吗？哎，你是那个设计师苏全吧？叫 Spring 吧。Spring， 春天。这字儿怎么从你嘴里说那么土，真够没品。是全的意思。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宠物啊，从小背英文单词就只记得第一个中文翻译。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刚才看了你的整个表演，我很感兴趣。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火影冰心主场秀的整体设计啊？主场秀设计，太感兴趣啦！哎，等会儿，你是那个苍蝇的朋友吧？苍蝇？就那只。哦，嗨，我呀管它叫村姑，不过你起的名还真够贴切的。也挺贴切的嘛。哎呀，看来是同志啊。同志啊，哎，我跟你说这词儿啊，你还真别瞎用。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对女性偶尔也感兴趣，只不过我长得婉约一点。理解理解，时代潮流嘛，纯粹男和纯粹女的时代啊，已经翻篇了。来，祝我们合作愉快。好。赵小姐，先把上演的账结一下。